親性命，前來恭迎元帥父女。列位大人罷了。列位大人免禮。有賴李將軍康復社稷。係啊，古道虎父無犬子，劉元帥虎父無犬女啊！強將手下無弱兵啊！無弱兵。陽關大道無人知，前面喧鬧為何情？聲上傳慶班事，10里行人皆肅靜啊，萬民蜂擁看熱鬧，都只為仰慕得你嘅成名。王師平頭愛歌還，理應普天同歡慶，不應驅逐老百姓，看來太不近人情。此乃是聖上恩龍兒啊，立即上朝復命啊！列位大人請。呂將軍請啊！有此眾將官，列隊遵清早信報出先，一派繁華，應帶路上希來讓我鬧天星，何以未光派，卻疑似燒條直直人大應人若先其言，朝戰和齊兵，風送箭馬聲勢，人可聽，我不是吞我思淚演練打兵。朝房公務多啊，冇咁早翻嚟噶。公子啊，我哋趕上去咯。快看王榜，免足刑律。睇王榜，睇王榜啦，我哋快啲睇下咯。唔好嘈啦，唔好嘈啦，係請呢位公子讀俾我哋大家聽下啦。大明嘉靖皇帝御妹劉金定。劉金定係咩人嚟嘅呢？哦，就係平救舅父個雷將軍啊嘛。雷將軍封為御妹啊。封為御妹。出征之日，曾在東岳廟許下宏願，今日得勝歸來，僅於本月15日，
秋神還願啊！嘿，咁就好啦。等佢出嚟燒香嗰陣，我哋咪可以睇到佢啦。點啊？從今日起，正佳3日，還願之日，停事1天。凡路經之處，不論新聞人等，一律不准偷看愚昧。又係你如有故為者，連老者挖去雙目，發配充軍啊！哎呀，年青者點啊？斬首示眾。哇，好厲害啊！唔食飯就會餓死啫，唔睇愚昧又唔使死嘅。唉，我哋都係翻去做我哋嘅生意去啦。公子，我哋走啦。哎呀，真係千古奇聞啊！自古男兒才見戰，今日同軍統革命。古來有多少巾幗英雄傲牛兄，擊鼓退兵有良無用，目視衛英聽解了，昂頭號沒令。花木蘭愛護出征戰，千秋萬世留美名。誰了我朝也出滿流金滴，情英英雄下兵，征九夫親我邊境，一戰功成國勢興。皇帝下令唔准睇愚昧啊！佢一定生得靚，好似天仙咁靚。我估呢個愚昧啊，一定生得好醜樣噶。點解噃？如果愚昧生得好似天仙咁靚啊，咁皇帝都係愛面子噶嘛，一定會俾我哋大家嚟睇下啫。我估呢個愚昧咧，生得唔係豆皮就係蚊龜，所以先至唔俾人哋睇啫嘛。好啊，威名人人敬，可惜其人未見，只聞名啊！古人難見得只為不同朝，我朝出了女將軍，何以也是難見其人，只聞名。愚昧究竟係點樣一個人？點解又唔俾人睇嘅呢？我話愚昧啊，一定生得好靚嘅。我話愚昧啊，一定生得好醜樣噶。我話好靚，我話好醜樣啊，好靚，好醜樣，好靚，好醜樣，好靚，多嘴。好啦好啦，唔好爭啦。到咗愚昧上香嗰日呢，我帶埋你哋去睇。唔得啊！公子要殺頭噶。邊個咁大膽殺我哋公子嘅頭啊？我哋公子啊，係戶部尚書風雷上嘅公子噃。佢哋敢向公子一根毫毛啊，都有罪。萬歲爺出嘅皇榜噃。我有心要看女豪傑，心內王法不容情啊！你敢唔敢去啦？一員女將也看不得，有辱我男兒安正啊！太太要殺頭噶！好奇之心人人有，我偏要看看女中英琴書必貴，呢個東岳廟唔係就喺我讀書嘅文昌閣旁邊嘅咩？係啊，文昌閣嘅後院啊，有個大長窿可以入東岳廟添噃。真嘅？我成日去玩噶。我帶你去睇下。
為媒擇婿。哎呀，此事要我又點說得出口？皇姑千歲啊，你唔好意思講出口啊？等我同你講吧啦。死心好風上青啊，馬草神靈花一望，望會山來人前，天是皇姑早配哎呀，皇姑千歲，有人偷看啊！手出嚟，再唔出嚟，賞你一劍！喂，咪喐手，咪喐手，我出嚟，我出嚟。啟稟皇姑千歲，奸細在此，推出去斬！哎呀，小民冤枉啊！慢，刀下留人！皇姑啊，此人大叫冤枉，其中必有緣故，不如帶他上來，問個明白，以免錯斬好人啊！帶他上來，帶他上來！皇姑在上，小民冤枉啊！面朝外壁，哦，係面朝外壁，不准偷窺！我不敢偷窺，我不敢偷窺。大膽刁民，有心偷看哀家，觸犯刑律，哀家斬你，為何反稱冤枉？小民並非有意偷窺皇姑，望皇姑饒命啊！你獨不是偷看哀家，為何在神台底下躲藏？講！皇姑你細聽啊，端詳小民原是鄉下人。只問你為何神台底下躲藏？哪管你城裏人，抑或鄉下人啊？聽佢慢慢講埋落去。哦，係啦，呢位姐姐就講得啱，我要從上到下，從頭到尾講落去噶嘛。小民原是鄉下人，家住何方？我住在湖離山中，胡同南河。咩糊裏糊塗啊？唔係，係湖水嗰個湖，係松濤嗰個濤啫嘛。聲心名誰？我小民名換冇其人，人而道德嗰個人，我年過20，仍是未娶，我未娶妻啊我。喂，邊個叫你談身世噃？咁唔講就唔講係啦，只為我老啊老娘啊親，佢抱啊便在床。咁你應該去請醫生啊嘛。係啊，我也曾見那醫，現醫蓮花樣，服藥仍是病侵尋的聞東
惡菩薩是靈神，我立即趕入城內，求神賜我先烈方式，若王公奉家國，只得在神台之日，把身錯。天之前，天狂魔，天條律禁，寫斷腸。小民本是一同開，三代不曾抽書香。王姑要命啊！我現頭情惡你重聽發惡，你殺我冇相干，可憐我冇病入膏肓。他若經文空信難免一命喪，若佢不愛超生成，少不呢生香。重病無人侍奉，搖你不死，仲快啲走！謝過姐姐。你個不識抬舉嘅無奇人啊！王姑好生之德，放你回去，因何去而復返啊？王姑佢有所不知，外邊御林軍戒備森嚴，小民若是如此出去，也是難保性命噶。巧蓮，傳旨下去，讓他通行，不得阻攔。知道。兩郎聽着，王姑有旨，放武奇人通行，不得阻攔。武奇人啊，你走得噶啦！謝過姐姐。還未見王姑廬山真面，豈不枉我冒死而嚟？王姑千歲啊！大膽武奇人，愛他是烈不死，你為何兩番回轉啊？回稟王姑，小民蒙你恕罪，尚未謝過大恩。若是如此歸去，我良民之定然責怪於我，故此去而復返。謝過王姑不暫之恩啊！好一個知情識禮嘅孝子啊！願王姑百年富貴。罷了。願王姑歲歲平安。罷了。願王姑點樣？但願神靈保佑，王姑你早配如意。武奇人，不殺刁民不解恨，查明低勢好隨根，叫中棍。嚟，你帶齊人馬
啊？你去狐狸山莊胡桃巷追尋惡棍無啊欺人。王爺，皇姑放人你捉人，恐怕女兒任性失尊嚴，我管你皇帝妹，我也要將他教訓。你與我去。遵命。相思苦或許前生手，我失機情無限擺脫無有。也不光廟裏勾留，希見你人遵守，自然一些面得紅透。如今分處難，呢齋這苦處難生受，只為公場難熱費籌謀。追記李風雲千枝，櫻桃笑口難行丹青，把梨花像來溝。空負於千柳有情，今世願要長廝守。西月光，低窗風分流。
無何累我苦鳩無下，心中的話無其人，你這小冤威武妙不可生話，好把珠眼妙入畫，難料理抄破如水笑千文啊，難料理合咩骨有唱，話嘅歌樣下，難料理合真大獻面從廟裏窺鳳駕，一片痴心拋不下，可惜在日那回無緣，空似雲那天，夢你說家在城郊虛
不出氣現家，而步入我家。宮牆火跌隔重門，難傾訴情話，是我眼中情啊！萬頃相思，數不盡啊！梨花年，心上流流嘛。難拋苦戀，情懷，唯有不明高堂，天家會談婚呢家。我是白衣修士啊，不容嘆那苦，往後啊後門
病倒了啊！我冇病啊！冇病？哎呀！睇你顏容憔悴，神思恍惚，你仲話冇病？哎，稍時太醫到來，好好診治就是。啟稟王爺，太醫官到啊！拜見王爺千歲。罷了。謝。請身貴手。太醫官，邊個叫你同本藩睇病啊？哦，咁王府中邊位貴人瞻仰啊？係皇姑千歲病倒了啊！哦，原來皇姑千歲鳳體欠安，待小醫為皇姑千歲按脈。兩位大姐，請將這黃綠二線繫在皇姑鳳手脈色之上。嗱，你要記住，左黃右綠，不要搞錯啊！我唔睇咧，有病冇病，你太醫一睇就知道啦嘛。有冇病，我自己都唔知咩。哎呀，還是看病要緊，快！太醫官，請把脈啦。好啊，太醫官啊，你為皇姑千歲睇病，務必謹慎才好啊！一經小醫診斷，便可以起死回生啊！太醫官，我哋皇姑千歲係乜嘢病啊？呢個好奇怪嘅病啊！這脈搏為何亂跳㗎？這病情不得了咯！到底乜嘢病啊？這病似邪非邪，真難料啊！此經非也經，我無法醫療啊！王爺，另請高明啊！太醫官啊，我女兒係皇帝妹啊！受皇恩寵冠群了，倘有不測不得了噶，聖上降罪，你我命難要呢。你醫好皇姑功不少啊！聖上定然封官賜金條啊呢！好吧，我盡力而為呀！哎呀，不好了啊！太醫官，點啊？皇姑千歲脈色全無，請準備後事。哎呀！太醫官，兒呀！弟弟，你哦！這不好了啊！剛才太醫言道，這病似邪非邪，似經非經，看他時而生氣，時而發燒，莫非病患瘋癲了啊！哎呀！定是被那神台下冇奇人小子嚇壞了啊！王爺，快去再請名醫嚟同皇姑千歲睇病啦！唉，太醫官都話冇得醫咯，仲去邊度請醫生啊？呀吧，只好上朝面聖，
頭萬歲爺作主就是了吧。千歲佢點啊？你快啲講啦！唉，死啦！吓，死啦！公子，皇姑佢唔係死啊！吓，佢唔係死啊？不過佢病得好厲害啊！咁你又點知佢病得好厲害啊？加上貼滿晒黃榜咯！黃榜？榜上邊寫住啲乜嘢？你快啲講俾我聽啦！皇姑千歲進廟拈香，當晚得病，餓倒受房。當晚得病，可曾療養呢？太醫看病，不肯開方。所因何故佢不肯開方啊？識道二妹，佢病得異樣，似瘋非癲，神態失常。燒醫看病，奉旨掛榜。哦。原來如此，公子啊，仲有打賞添噃！乜嘢打賞啊？醫好病症，封官半王，不願為官啊！黃金1000兩噶，年齡相仿，朝作東床。啊！年齡相仿，朝作東床，真嘅？真噶！哎呀，好啊！風家俊啊，風家俊，你若是自有行醫，呢次就行好運。啊，有啦！我何不臨渴掘井，我試下學做醫生啊！琴書過嚟。馬上上街，凡件醫書，通通同我買晒翻嚟。急盼名醫來揭訪。無人過問，幫我，但願有眼皇天，早顯神醫下降。本草綱目啱唔啱？唔啱。小兒麻疹，嘿，離題萬丈，跌打刀傷都唔拉更，嘿，快啲拎嚟啦！黃帝內經，似邪非經，啱唔啱？唔啱。似風非癲，又唔對症嘅，唔啱唔啱？呢本又唔啱，快啲拎嚟啦！此病連藥書都也無記載，我呢個醫生怕學不成了咯。咦？皇姑千歲上香回來，當晚起病，似風非癲，身態失常。啊，莫非
啊！怪難得法，我回來被那相思命尋，心上人兒也遭病困，莫非天主現力犯？情空兩心有病，侵兩身，兩下冇命在身，乃是同一個病因。佢收害鬧我命中，定盼我來會同生解為無命人。哎呀！常言靈丹難醫心頭病，皆令還需我這係靈人嗱。請問先生尊姓大名啊？在下名叫賈無知啊！吓，你賈無醫噶？非也。係西貝賈，公務嗰個務，之乎這也嗰個知啊。賈無知，哦，咁啊假醫生啦。敢當不敢當。聽先生口音不像本土人士，請問從何地來之揭榜啊？王爺用辦。上萬生，交代家傳回春順，大江南北，國富名聲空梟神龍，觀從經。不能依內外科醫，跌打刀傷其難，集馬正我最擅長，依那瘋瘋癲癲撲撲提提嘻嘻哈哈傻傻戇戇，病患天地間翻神。這經篇令明村攀嶺，壯天放眼我初進京城，經聽得王歌，逢批驗其正，長街變黃網，急來點清城。先生真係人人君子啊！你醫好我女兒之病，本凡保你在朝為官。賜個王爺抬舉，怎來小醫非為求官而嚟㗎？你卻是為何而來啊？小醫當盡微力，但願醫好皇姑嘅鳳體，於願足矣咯。先生為人清高，佩服佩服。家園備酒與先生接風。且慢，王爺啊，酒冷還可再熱，醫病卻是耽誤不得㗎。對，哎呀，先生你雖得年輕，辦事倒也精細，真不愧9代祖傳嘅老醫家啦。王爺過獎啫。此是何人啊？此乃是小醫嘅藥童啊。家園帶他下去用飯。係
问王爷千岁，叫你派了16人馬，走遍窮鄉僻壤，找到呢胡同，還是尋找不到那狐狸胡塗啊！賈醫生，你在外行醫，見多識廣，可曾聽聞有個乜嘢糊裡糊塗嘅乜嘢山莊啊？王爺，你尋找這山莊，到底都為何情呢？罪賊冇其人，要取他狗命。這個冇其人，佢到底犯了什麼罪名啊？他躲在神台下，把王姑嚇了一驚，我兒進香回，從此便起病啊！哎呀，這就好了啊！哎呀，你仲要嚟話好添啊吓！王爺你講出王夫嘅病因，小醫更有把握醫好王夫之病。試問又怎能不叫好呢？說來倒也有理啊！賈醫生，那就登樓看病去吧。小醫遵命。係問王爺千歲，咁那狐狸山莊胡塗巷，小的我還要尋找嗎？賈醫生，王爺，照你講嚟，嗰個乜嘢狐狸山莊啊，胡塗巷啊，王爺啊，若依小醫看來，你唔使再捉呢個冇其人啦。混帳，本犯絕不輕饒於他。恐怕王爺不饒，都也得要饒噃。此話何解？佢已明明白白話俾你聽，冇其人者，則是沒有此人之諧音也。既無此人，更無此地，王爺豈不是越找就越糊塗了麼？哎呀，欺山老夫啊！我怕你個冇其人，你個混蛋！你改了姓名，改不了模樣，改了地址，改不了真容，大海撈針，我也要把你揸回來。眾軍過來，吩咐護駕兵丁，還有見過冇其人者，與我四出搜尋，務必將他認出來。遵命。哎呀，大醫生啊，你借乜嘢啊？我係話這樣一來，呢個冇其人就逃不脱王爺你嘅情字啦。當然啦，你以為本凡真係俾佢搞到糊裡糊塗啦？老夫我一點也不糊塗啊！考蓮花來，見過王爺千歲。上前見過揭房嘅賈醫生。拜見賈醫生。呢位姐姐免禮。他乜嘢啊？他是醫生咩？當然啦，你咪睇佢年紀輕輕啊，佢係江南9代名醫啊！快上公樓回稟皇姑，說到賈醫生隨後登樓看病來了啊！遵命。賈醫生，那就走吧。王爺，乜你都去嘅咩？你當奉陪啊！對呀，如此說，王爺請啊。
天賜假良醫，解人煩惱苦。王爺步步緊隨，擺不脱，我難單槍匹馬回王姑啊！賈醫生啊，那就登樓看病去吧。且慢，王爺稍後待小醫脱鞋啊！吓，脱鞋啊！係啊！賈醫生，乜你睇病興脱鞋咁啊？喂，我唔係，王爺用品啊！王姑此病貴安定，無理登樓翻震落急，恐將王姑來驚醒，默色跳動變身上，小醫親病無憂，只怕用藥不當。哎呀，真係從未見過醫生好似你咁細心噶啦！不愧當代名醫啊！王爺過獎啫。不過，要你赤足登樓，總有些不雅噃。我唔緊要，為了王姑千歲，這區區小事，又何足道哉呀？哎呀，難得啊！難得這個何足道哉呀！賈醫生，走吧。且慢，王爺啊，你這吓？哦，連本凡也得脱下朝靴上樓啊？對啊，不過恐怕王爺你有失官儀。小醫告罪啊！哎呀！本凡乃是皇親貴胄，要我脱下朝靴去見人，成何體統？成何體統啊！賈醫生，王爺，不若你一人獨自登樓，本凡在堂前設宴相候就是吧。王爺有命，小醫哪敢不從？不過恐怕有不便噃。哎呀，方便，隨便，失陪了啊！如此說，送王爺。這就好了啊！我衝開了這第一列關，在冰封上把二關列錯，行眼列向歸咁放空，換笑着怎咩開腔訴衷啊！迎接王爺千歲啊！考蓮姐姐啊！乜你一人前嚟受樓噶？哦，係王爺佢怕脱下朝靴有失官儀，故而命我一人前嚟啫。賈醫生啊，乜你要脱靴登樓噶？哦，考蓮姐姐有所不知，若是着鞋登樓，震動樓板，驚動王姑，到時診脈，嗰啲脈色就會失常噶啦。睇嚟賈醫生真係與眾不同噃。姐姐過獎啫。好啦，快拿黃龍絲線來。要絲線有何用啊？看脈用絲線，此例出自金宮，你既是名醫，為何也不懂啊？小醫我望清教，請姐姐你啟我如夢。右手搏落左係黃，睇親脈以常用啊，肌膚相接為原例，歷代公規也
考蓮姐姐啊，請問皇姑之病有否請太醫睇過呢？睇過噶啦，佢是否也是牽線診脈咁㗎？就梗係啦，咁皇姑嘅病而家又好咗未呢？就係未好咯。咁就當然係醫唔好啦。燒啊燒黃綠線，脈象難分索與紅，脈色寬細微，風吹絲線能擺動啊，難怪病情斷不盡，令到黃姑命轉空依你睇嚟，牽線按脈係呃人㗎。非也，呢啲不過係各施各法啫。自愧不是黃綠之徒，故而未敢不懂裝懂。係噃，由他肌膚相接，黃姑不肯依從唔緊要，只要巧蓮姐姐講明我嘅誠意，量也無妨噶。好啦，賈醫生啊，你喺呢度等一陣啦吓。有勞姐姐啊！黃姑啊，醫生話牽線按脈難以診斷，想話把手按脈喎，把手按脈。明室開元立功輝，焉能拜故風，肌膚相接，岂能用難推變風。黃姑啊，呢個醫生好真誠㗎，只不過係貪圖上次官祿啫，乜有咩真誠唔真誠嘅呢？黃姑請聽啊，家眷你且中舉報話輕輕得流來是夢，他報尋痛他要黃姑只准一回，下不為例啦。遵命。巧蓮姐姐點啊？哎呀，黃姑佢唔肯喎。吓？乜黃姑佢唔肯啊？俾我千勸萬勸，佢啲答應嘅咋。哦，這位巧蓮姐姐，請受小醫一禮啊！得啦，賈醫生請進吧。請啊！黃姑，賈醫生嚟啦。黃姑在上，小醫有禮，願黃姑鳳體早日痊愈啊！點解佢落埋糖漿嘅？眼前羅將隔天涯，枉我相思勞雲夢啊！賈醫生，請坐啦。好啊。巧
巧蓮姐姐啊，王夫佢是否上香回來，當晚起病噶？係啊，佢而家夜睡不寧，茶飯不思啊。對啦，對啦，讓少姨都在岸右手，看看墨色同不同啊。好啊。巧蓮姐姐啊，王夫是否夜有夢話呢？日頭都有噶。咁佢夢中講啲乜嘢啊？佢叫冇咩呢？我又冇聽清楚噃。看來真係同病相憐啊！賈醫生，啊？乜按脈要按咁耐噶？哦，好啦，賈醫生啊，我哋王夫千歲，佢到底係乜嘢病啊？若要斷盡病情，還需觀看王夫佢嘅面孔。仲要睇王夫個面孔噶？對呀，嗱，人之氣息乃是藏於面上，睇過面色方能判斷準確噶。此乃是望聞問切之望也啦。唔得噶。點解又唔得呢？大咗你要把手按脈，我已經費盡唇舌噶啦。呢一次啊，點啊？我唔敢啦。巧蓮姐姐啊，王夫佢正在病中，肝火係盛一啲嘅啦。咁你就好聲好氣，再去講一次咁多呢？一次。好啦，咁你喺呢度等一陣，等我又去試下啦。有勞姐姐啊！王夫，巧蓮，嗰個醫生話我咩病啊？佢話若要斷準病情啊，仲要睇王夫面上嘅氣息喎。好打啊！空飛律任氣能用，分明將我來戲弄，人來推破，借大膽龍風分明。巧蓮姐姐，點啊？我呸！你分明一派胡言，又要戲弄王夫，難道快些吞下流去？巧蓮姐姐乜你？王夫千歲發嬲啦！發嬲啊！你仲唔走啊？就要人頭落地噶啦！快啲走啦！哎呀！咦？點解呢個人咁面善嘅？哦，巧蓮姐，巧蓮姐啊，剛才嚟嗰個醫生好似喺東岳廟見過嗰個武奇人啊！係啊，我都好懷疑噶啦，唔通佢真係武奇人？我睇佢就係武奇人啦。巧蓮、玉梅，佢乜嘢啊？嗰個假醫生呢？走咗啦。走咗啊！巧蓮，你快啲去做乜嘢啊？快請假醫生翻嚟同我睇病。王夫千歲，咁你而家覺得點啊？哎呀，我而家又覺得心痛啊！快去！
在上，小姨有禮啊！點解佢合埋雙眼嘅？賈醫生啊，睇咗咁耐啦，我哋皇姑千歲到底係乜嘢病噶？哦，一時不能妄下定論，還需要看過皇姑嘅眼神，方能判斷準確噶。哎呀，你個賈醫生啊，你睇完氣息就算啦，我仲要睇埋眼神噶。天之精神藏於日月，地之精神藏於五穀，人之精神藏於雙目。看個眼神斷準病情，包管皇姑佢病愈迅速。願皇姑歲歲平安，願神靈保佑皇姑早日。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31、32、33、34、35、36、37、38、39、40、41、42、43、44、45、46、47、48、49、50、51、52、53、54、55、56、57、58、59、60、61、62、63、64、65、66、67、68、69、70、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、77、78、79、80、81、82、83、84、85、86、87、88、89、90、91、92、93、94、95、96、97、100、101、102、103、104、105、106、107、108、109、110、111、112、113、114、115、116、117、118、119、120、121、122、123、124、125、126、127、128、129、130、131、132、133、134、135、136、137、138、139、140、141、142、143、144、145、146、147、148、149、150、151、152、153、154、155、156、157、158、159、160、161、162、163、164、165、166、167、168、169、170、171、172、173、174、175、176、177、1
裏向桃花問福，若花落丹，服藥無效，若花成霜，與藥有緣啊嘛，與藥有緣。王姑啊，我話唔係你與藥有緣，而係這桃花與藥有緣就真。此話點講？小婢不敢講啊，恕你講來。多謝王姑千歲。王姑啊，我早就知道你冇食藥噶啦，嗰碗藥啊早已倒在這花根上面啦。心係情絲，喜歡啊分啊住，貼身啊事宜是那天，巢園燒香退，初啟結，高燒只係你知如醉，二次相睇在相福之上，三番四次多多試探。好過痴情侶，你隻死丫頭！王姑心事猜不透，仙藥難醫我相思咯。假醫生。玉梅姐，俾你嚇我一跳啊！王姑嘅病好啲啦啩？反而啊加重啦！吓？乜反而加重啦？哎呀，咁就恕小醫無能咯。冇本事就咪嚟揭榜行醫啦！這個。哎呀，佢唔係相思病，我話點醫得好啊？哼，你若果醫唔好王姑嘅病啊，咪使旨意翻出去。吓？嚟，帶佢到王姑嗰度問罪。走。王姑千歲，假醫生大到。王姑在上，小醫有禮啊！叩拜請安問逢體是否盡燒病魔障啊？我福音興安光也不枉費燒香。咁咩番有可行？盡香油錦上蒼，蒼天開恩賜良光，乾一粒粒情意困在心，若隱若現神嘅多樣。在哀家有一言奉問啊！王姑有話請講啊！請問你尊姓大名呢？假醫生咁啊，梗係姓假啦。在下名叫假無知啊。府居何處啊？狐狸山莊戶。哦，狐狸胡桃巷係咪啊？係。係胡桃巷有一小民，名叫武奇人呢，我可認識呢下？這個回稟王姑，小民自小離鄉，實在不識此人啊。咁假醫生府中有幾人呢？有6個。邊6個？父母兄嫂，還有小醫我啊。假醫生，你只講得5個啫噃。仲有1個呢？哦，對對對，還有1個小妹妹啊。係咪同胞兄妹啊？梗係啦。咦，
王夫人，你問得如此詳細，則甚呢？我呸！假醫生冇其人，分明是個流氓，兩次三番戲弄開家，最難輕放添。專一聲好王夫話，小兒不那是囂裝。不招應還使賴，叫你當場命喪。王夫要命啊！考蓮，好嘢，考蓮，考蓮，好嘢，考蓮，考蓮。哎呀！你嘅死丫頭，快快來幫忙！我幫。皇姑請息雷霆路，代我來審這流氓。快講！你是鄉民，抑或無賴漢？是醫生，抑或是流氓？快快直講！我講，我不是流氓，我不是無賴漢，我實在係瘋。瘋乜嘢？咁你快直講！我實在係瘋，我實在係風吹不到，日曬不和眼。我的確交代行醫，我為人正當。好小子，你還是瘋，不貪講要你負全羊。且收寶劍讓佢快講！講，快講！講清體細，釋放反家。講！我講，我不姓假噶。現實你姓張，我唔係姓張，咁你可是姓毛啊？我非呀，小生都不是那田舍郎，我不是市井歹徒，我更不是無賴漢，小生係瘋。哦，風吹不倒，日曬不黃，係咪啊？唔係，小生係風家俊，乃出自世代書香。我嘅父親呢，就係風雷上執掌戶部判官呢王啊！風家俊，哎呀，你好膽！我出書香，應有智慧發錯，你不知朝廷之過。我聽到京都談論，雷將軍當今豪傑，星球還公開朝堂，一顆好奇心，出於敬佩空上，偷偷入廟中潛伏神安。包膽你在一家話，改頭換面。
又點講得出口呢？哀家恕你無罪，只管講上嚟。謝過王姑，你講，唉，講就講係啦。一自進香會，便和了相思像啊！係閃生錯將，神的含情啊！我力情何續開朗，一縷情絲纏繞奔波，顯梅登門歲後望，不漂亮珠手傾暗愛郎，只願你爹爹虛中插鴛鴦，不招白衣作夢咩錯？只埋頭辦案，不管我青春兒喪，往他色綠為大將，勝於我得知為替艷紅陽，嘲問斷腸。令人彷徨，急得我只可結黨走亡。年齡相仿，朝作東床。哎呀，好啊！郎情妾意兩心痴，相連如筆。為表記，只待花燭動房事。既有聖上御筆為媒，必呀！今回就由不得你作主。女兒，巧蓮姐姐啊，王姑佢，公家公子，王姑已經講咗啦。講咗啦。佢念在你醫好佢嘅心病，嗱，將功贖罪喎。哎呀，巧蓮姐姐啊，小生豈是為之後想而嚟嘅呢？哎呀，你真係聰明一世，懵懂一時啦。啊？睇真你就知。相連筆，相連筆，哎呀，好啊！回春要十界相思，如不為媒，太過禮，黃煙不負我情劉天華，劉天華。當初你不肯將女兒許配於我，害得小生飽嘗相思之苦。如今喜殺我封家盡，來日氣壞你呢個氣壞你呢個老惡婦。大貪封家罪，你假扮醫生欺弄皇姑，人來響岳長大人，若說我戲弄皇姑，何以皇姑反而贈我相連寶筆呢？贈你相連如筆。哎呀，真是氣散路